歡迎你嚟面試，我係今日 HR。請問你要嚟面試咩職位㗎 HR 出嚟。我嚟見工㗎，點解你要嚟我哋公司啊？因為我要揾工咯，我係問點解嚟我哋公司啊？因為我冇公開咯。出去。你好，我係嚟見工㗎。你有咩特長啊？我瞓覺時間特別長咯。你嘅 CV 唔夠令我眼前一亮喎。咁啊，咁依家夠唔夠靚啊？你走啦都係。啊，拎走啊！唉，今日蟹老闆就係叫我過嚟幫佢揾嗰啲比奇堡實習員工，點知一個正常嘅都冇。唉，等我哋嚟幫下你啦！睇緊呢條片嘅你，如果想成為比奇堡實習員工，咁就記得嚟我哋9月20到21嘅迎新宿營啦！到時唔單止可以識好多新朋友，有超級多精彩活動等緊大家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我哋到時見。嚇？